棒球没有棒球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甚至活不下去的棒球师、棒球王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彩媛，在我身旁的是林球评钟楚彩钟教练。钟教练好。好，欢迎收看艾尔达体育台的现场转播，我是钟总场，在我身旁的是潘宗伟，潘主播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那我们现在来直接切入主题，来关心到兄弟今天排出的先发打讯。第一棒张正伟，第二棒张志豪，第三棒周思齐，第四棒彭正明，第五棒许基宏，第六棒黄少，第七棒陈家驹，第八棒陈嘉禾，第九棒王胜伟。今天我们来关心一下拉米狗这边排出的守备阵势，投手是林柏惟，搭配捕手是黄浩然，一垒手是林志胜，二垒手是郭友文，三垒手是林世平，游击手是于德龙，中外野手是詹子尧，左外手是陈俊秀，右外手是蓝宇伦。那担任指定打击的是林鸿玉。好，来直接到9局下半嘛。9局下半。今天很高兴球迷朋友的观看，我是徐彩媛，在我身旁的是钟文海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